今日我係喺呢度示範一下玩無線飛機嘅技巧同埋點樣操作。我而家離呢度咁遠都可以收得咁清楚，就係全憑安裝咗呢個藍牙嘅無線接收器。嗱，佢呢個呢就可以，如果照咗你個樣呢，就跟住你嗰行啦。如果降落呢，就伸隻手埋嚟，咁佢就可以埋到嚟噶啦。飛行器呢係可以連接喺手機嗰度嘅。如果你想操作嗰個飛行器，你可以利用手機嘅熒光幕上嘅功能操控。如果你係踩單車，你就撳踩單車；如果你想滑雪跟隨你嘅，你就撳滑雪；如果你想用手動嘅，你就撳手動，利用個遙控器嚟升降同埋拍攝。嗱，而家我係開始降落，可以用人手降落同埋影相嘅。喺熒光幕嗰度呢，係可以睇到飛行器呢，就可以即時錄影同埋拍照嘅。如果你想影邊度，你就擰個鏡頭去邊度拍攝。好啦，而家呢，我就將飛行器呢就降落啦。而家飛行器降落咗之後呢，佢個畫面係向着我嘅，所以如果你係想影相，你就可以撳影相，你可以影 movie 又撳 movie， 一切隨你喜歡。好啦，現在介紹咗係咁多先，拜拜。飛行期間突然收到附近有禁飛區，都係走為上着吧。